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各地有关是好天烧热，伫咧三级去热到39度1，有影是会让人热甲害气。环境部长彭启平就表示讲，目前正咧试办控高温地图平台，会当看什么所在有开放窗冷气，或者是户外较潮湿的所在，会当去休困，较袂着晒。另外，目前伫咧南海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咧发展，有可能会乘做今年第16号风台塔巴。 日头正炎炎，各地日射高温烧热，尤其上北甲桃园真侪所在有超过38度的极端高温，三剑午后测到39度1，是全台湾上悬的。环境部长彭启明讲，暖化升温的趋势无到温和，环境部试办的控高温量测地图平台，整理差不多1700个包含户外有阳甲室内较凉的地点。 可以让我们参考，所以哪边像我们有时候带小朋友，其实最希望的还是说，不要太热了，怕晒伤。都是找地方躲一下，一些商场或者便利店吧，应该这两种地方比较多。 室内场地像讲室内有开冷气的公有市场，也甲合作的店面，甚至有打广告讲天气烧热，若是身体无爽快，欢迎入来吹冷气。户外场所包含有树园的公园、湘北甲台南地区的民众，拢会当伫地图查询这个所在，看有提供倒一寡设施，像讲休闲空间，也是便所等。若是未来一礼拜天气气象署提醒，礼拜开始受到南方云系向北甩的影响，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爱严防低延时强降雨。明天台湾的这个天气气象讲，跟今天相比，午后的范围会变得比较大一些，特别是在台中以北还有中部的山区，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。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，可能中午过后雨势会特别的明显。 若是伫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 TD19，有机会形成今年第16号风台塔巴，后续会持续向中国华南沿海过去。虽然未直接影响台湾，不过外围的偏南风会为台湾带来水汽，也较无稳定的环境。礼拜开始，各地午后大雷雨也会更加激烈。记者采访报道。